妻子发现了丈夫的秘密，不让他出门。丈夫恼羞成怒，一招回手掏警告对方。同样，妻子也不甘示弱，拿起刀子就要以命相搏。父母间的大战一触即发，可儿女却异常的冷静，似乎这一切在他们的眼中早已司空见惯。其实这家人是上古的巨人族，父亲会经常独自上山，拖得一丝不挂。威猛的擒获较大的驯鹿，掰断他的脖子，只为吃到新鲜跳动的心脏。而母亲表面上是极具威望的名校校长，私下里却干着令人作呕的龌龊事。大女儿开车不小心撞到小鸟，侥幸的是小鸟还活着，但这也恰恰勾起了她的食欲。这么灵。至于儿子嘛，就有些被动了。做错事后遭到父亲的一顿暴打，第二天还能安然无恙的出现。千年来，他们隐藏身份，躲在小镇，似乎在筹划着一个惊天的计划。可马格纳的出现搅乱了他们的一切设想。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细，便摆下了鸿门宴。可经过几人话里话外的一番试探后，并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。于是威达拿出了杀手锏，给他接了一杯只有天神才配喝的烈酒，并且还骗马格纳说只是普通的蜂蜜酒。喝完酒的他突然爆发，借助音乐的旋律跳起了维京人独有的舞蹈。犀利的舞蹈不仅众人猛眩，就连我也不敢直视。不过最后的这个爆发力的确惊人。校长准备趁对方的酒劲未消继续试探，两人进行了代表实力的对抗。起初马格纳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但很快他就高兴不起来了。只见校长从容不迫，给对方带来压倒式的压迫感，其他人也都围了过来。威达更是牵出了难看的哮天犬，而此时的马格纳也开始蓄力反击。无论如何，他也不想输给一个女人，那样也实在太打脸了。也就在此时，他看到一只干枯的手，转眼间校长竟变成干枯的老太婆，也就是他1秒钟的分身，让对方瞬间爆发，将他永久钉在了耻辱柱上。同时，威达一家也意识到马格纳迟早会对他们构成威胁，便要再次制造意外送他上路。